行唱。还是平安，平安，还是平安。平安。诗篇伫迄个150篇，最后一句讲安怎呢？讲见老迄去，见老喘气的啦，见老喘气就来学了耶和华上帝。吼，因为上帝爱伊的百姓，欢喜伊的百姓，所以伊用救恩，吼，救恩诚做谦卑的人来做装塔。所以咱们用喙唇来学了伊。你看，咱阁有鼓，阁有琴，是非常的现代化。咱较早的人只是用跳舞、用拍扑仔来学了上帝。但是咱即摆有琴，足侪乐器，现代化有够侪，阁有电子琴，吼。咱感觉咱真幸福。咱做来学了，唱一条，我要学了，我要唱歌来学了。咱用咱个扑仔声来学了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无边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日落的所在，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永生的阻碍，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唱歌用英雄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无边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耶稣尊贵的名。开你出来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因有丰盛的主啊，你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星星秘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星星繁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星星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了，学了全天全地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伊你出来的所在，你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所在，你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咱个一个来学了感谢。伊有出来的所在，你到日落的山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啊，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搁一个来，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舞蹈，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无人，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无人知。
伫咱的创世纪第1章，遐个来讲起，上帝讲有光就有光，上帝是看最好的。上帝的美伫还未创造以前，已经是计划好啊。万物宇宙海洋、飞鸟、精星、大鱼、生态平平，互咱有供养到野。这个创造是非常的水，非常的美妙。咱要大声来宣告来感谢，因为咱的性命受上帝的创造是安尼水，咱要来感谢伊，你对我真好。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永恒来爱我。你是我喜乐跳舞，你是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掐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掐奇妙的最好，心人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你永恒来爱我。你是我大声欢呼，你是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天天都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掐奇妙真美好，天天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喜亮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奇妙的创造，我手掐奇妙的最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今天是咱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礼拜，是个新的年开始。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有家己有目标，家己有愿望。无论伫你的家庭，还是讲伫你的职场，还是伫你是学生的身份，还是咱伫教会，咱拢有很大的期许跟盼望。
上帝要予你的是较侪稳定、甲属灵的祝福。咱要往头前的所在的标杆来奔走，因为既然我去耶和华的，咱虽然有犯罪，但是耶和华上帝绝对无弃杀咱。伊相对要用怜悯、慈爱来疼惜咱，互咱来成长。咱做用华语来唱一首，学了这首，陪我走过春夏秋冬。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靠耶和华人什么都不同，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我。你说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等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等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怎么也忘为我顾我。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这一切世上要你胜过，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世上要你胜过，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走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一切事上高你胜过，你可会陪我走
中传下教导，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你说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主耶稣讲，我的担是轻的，囡仔劳苦背重担来到我遮的，我袂互恁得到安息，得到饱足。囡仔喙焦、枵饿的、心无义的，来追求主耶稣的，我袂互恁得到润泽心，得到安慰。我袂恁得到饱足，咱时常分得到，咱免哪将咱的重担来交主耶稣，交互伊，互伊和咱三角做来分担，做来经历，做来同行。咱是毋是有愿意？甲主讲，我真需要你。咱做用花语来吟这首《主目看耶稣》。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饿有你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三界共一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前前进进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团结也更为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满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三界共一处，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千遍跟进主，跟着他脚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千遍亲近主，跟着他脚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千遍亲近主，跟着他脚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千遍亲近主，跟着他脚步，跟着他脚步。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学了你，我们高举你，你是荣耀，你是尊贵的，你的创造是广大无比的。愿伫你立你，
伫你了你的创造是遐尔完美，我们感谢你的听，无限来听阮。但是阮嘛爱承认，阮的心思意念有时误会，阮所行所做所犯的罪，阮会得罪你。阮有时嘛惊误，阮的心硬，阮无着柔软，致使阮行伫黑暗，行伫迷路顶面，亲像行伫风波。主啊，阮愿意摆咧阮家己的迄种的过错，阮无来暗藏。愿恳求你来赦免，愿我靠你的会当得到遮坎，得到赦免。主，愿感谢你，主，我嘛时常爱来对你来求讨，对你来恳求。你的声时常来叫阮，你的声时常爱来提醒阮，免得阮进入深坑。阮有软弱的时阵，阮就群你，阮通得到勇敢，阮通得到力量，定心来去做开立，互阮的心神得到开阔，互阮的心神来得到润泽。主，愿感谢你，以阮的心来得到润泽，阮的喜乐在临到阮每一个人的心中，阮的面就来显露。迄种的笑容是上帝对上帝听你遐来的圣心感动阮，互阮搁较你搁较亲近。主啊，嘛恳求阮有兄弟姊妹身体艰苦病痛，阮嘛透过着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主，阮看见有人渐渐地恢复。主啊，你要一届来感动伊，主啊，你要互一届来经历着上帝你的听。当伊恢复了后，伊要尽心啊服侍你，得到大大的祝福。主，愿感谢你，主，愿从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无论诗歌圣歌对的，愿献上感谢你亲自来带领，互阮这个敬拜是真水、真完美，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丰盛的生命。阮咱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要来吟诗，新圣诗273首，新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起立吟全首。Oh
请坐。即时我要邀请咱大家来用上帝话语，咱三甲来启应。伫启应文64篇，就是雅各书第1章19节到27节。即时咱三甲来启应。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远的邪恶。要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正义，恁心内有咱救恁的道理。着是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定看家己生做相反，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相反。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搁有伫坚守的人，伊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赐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嘴齿，是伫欺骗家己。这人的敬虔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只是咱要来请圣歌队来唱俄罗的诗歌。今仔日所要献唱的，就是当有喜乐。
献唱大喜乐来迎接新的年、新的日。只是咱今仔日要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9节1节底。好，只是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哦，所以咱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爸。好，即摆我要邀请咱的小朋友吴泽恩，伊要用华语的圣经来读即句，所以你那边。所以，来等一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谢谢。咱的小朋友有一直咧成长，吼啊，所以伫这方面的时候，我希望咱邀请兄弟姊妹会当来鼓励，互因有迄个胆量起来遮读上帝的话语。啊，伫这中间，咱嘛有法度去领受。囡仔单纯咧读上帝的话语的时阵，我们的感受是怎样？咱是毋是爱个认真去追求？哦，感谢主！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咱即摆要请吴伟岳牧师来敬道，敬道题目就是主的祷告系列吼。第一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讲阮泽恩吼。爱甲伊好好啊操练台语吼，嘿，他其实他会念吼，啊，但是咱的同工就是期待讲咱的细囝，互因学习会晓有会当徛上台啦吼，这上台的过程是无容易，因为对因来讲是非常的惊吓，所以咱真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三甲伫伊面头前，做伙来敬拜伊。他拄啊圣歌对因所吟的歌叫“大有喜乐”，内底讲真快乐。自从我认捌主，就有大喜乐。牧师要问咱讲，恁认捌主有喜乐无？有喜乐，请你往你边的人，甲伊看者，甲伊讲，你着爱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就是代表你毋若有平安，嘛会当伫平安的内底来倚靠主，来行伊所爱咱行的事。吼，所以咱时常着爱靠主喜乐。无论什么款的患难的日，咱拢有缘爱靠主平安，靠主喜乐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圣洁的主，阮感谢你听阮的心，通过耶稣基督显明上帝你听阮的心意。因为阮知你丰富的恩典甲疼痛，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来除去阮肉体、灵魂一切污秽甲罪过。主啊，若无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所留的保护，阮所敬听上帝听阮的心，阮的性命无法度通得到清气甲圣洁的生命。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的生命，通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主你。阮毋若伫主你的面前，着把握每一摆会当亲近主你的机会。阮着爱听透主你的话语，听透主你的声。听透主你的教导，甲你的心意，互阮会当更加搁较每一摆亲近主你，服侍主你的时，更加会当伫服侍人的中间，学习着追求生命的智慧。愿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会当毋若超找着阮生命的意义，搁较要紧，阮嘛会当甲人有一个和睦相听的智慧，互阮追求清气，互阮追求会当通见主你面的时阵。主，你讲好，搁尽忠的萝卜。主啊，你要对阮讲，阮通好来到主你的殿院，通好来到主你为阮备办天灵的祖家，
通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即时搁一摆用你的话语来激励阮逐人的生命，互阮深知你所竞选阮、呼召阮的生命，是要爱阮有健康、有勇壮、有生命活力，来继续为主你来做荣光主上帝的使命。也互阮所做的事，阮嘴所讲，阮骹所行，拢通好荣光主上帝。愿上帝你搁一摆通过你的话语，安静阮逐人的心，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深来认捌主。愿上帝你甲阮三脚同在，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真感谢主，咱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咱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前，听牧师讲道，其实重要的毋是牧师讲道的迄个真理，上要紧的是，咱要安怎样甲上帝迄个亲近密切的关系，也就是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得到什么人的欢喜？敢是得到牧师的欢喜？我牧师我有来哦，敢是毋是啦？咱是要得到上帝的欢喜。上帝喜爱咱会当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无论你敬拜，无论是你学乐，你拢得爱拍开心门。所以每一摆当咱敬拜主的时，咱自执的时阵，咱拢得爱清楚，上帝要帮助每一位敬畏伊的人，得爱明白伊的启示是甚物，伊要启示咱甚物，甚至伊要爱咱的生命会当带出热情的快乐无？什么是热情的快乐？最近你若看见台湾有真侪国际社会足好的帮助无？有无？台湾人是有热情的嘛，对无？台湾的国民有热情的，而且是一个民主，会当讲全世界是排名第4的民主国家哦。所以对咱的台湾，虽然政治有侪无相款，咱就含对方有这个真紧张的关系，但是咱台湾人民有伊的热情，是因为上帝予咱迄个自由的活命甲快乐。所以，这人若讲咱若知影有一寡节目也是讲这消息咧讲起，咱人去日本迄日本人知影讲你是台湾人拢会特别安怎？拢会特别会甲你交代呢？你敢知影？这是啥怎？人讲台湾人的礼貌堪人无相款。所以我就咧想讲。基督徒当咱领受来到主的面头前，咧听主的道，听真理也好，咱要安怎样通过圣经内底的真理来帮助咱的活命，会当重新得到活命的快乐，有迄个热情无？所以，甲你边的兄弟姊妹看者爱甲伊笑哦，甲伊问讲你爱甲伊问讲我的笑容有水无？甲伊个安尼问，甲伊问我的笑容有水无？我的笑容有水无？咱常常爱问讲，到底我安怎样伫我的生命内底，我的喜乐，我的愿望，我有对主遐得到迄个愿望甲喜乐无？所以，拄仔咱咧听这圣歌队因咧唱的时阵指挥拢保持笑眯眯咱着爱看着伊不管你会晓袂晓，你著是看着伊就笑就对啊，喙合袂嘛无要紧的。真诶，我会记得我过去咧学圣歌队，迄老师讲，你无论你学了。会晓袂晓无论如何，你就是看我笑就对啊，面就笑，就喜乐。为什么？因为下底的人咧看，就是咧看哪？看你有喜乐无？看你唱的歌有信心的快乐无？所以毋是迄个音乐咧偌水啦，上重要是咱人会当带出迄个热情的快乐。所以每一摆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受毋受激发出迄种生命的热情无？甚至咱阁会当有即个热情，通好去帮助人的快乐无？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伊无法度通帮助人，往往是啥？往往是代表伫伊的生命中间，伊并无领受着对上帝遐来的启示，帮助伊，互伊明白我的生命要安怎为主来活。兄弟姊妹，牧师要讲今仔日的圣经节，要安怎了解咱伫天顶的爸，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主导文以前，牧师要邀请咱成社会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到26节，圣经内面安尼讲，所以兄弟姊妹，咱靠耶稣流血死，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注意咱伫教会这叫做至圣所啦。所以
咱有靠耶稣的流血的死来回当有确信无？你有勇气无？你有确信？你有勇气无？咱通过耶稣基督的保血，就代表讲我已经得到清气啊！我一定原底是一个拉三误会、有犯罪、有一个罪人。通过耶稣基督的保血，重新得到清气。所以我头拄仔咧讲吼，我甲咱的姊妹讲吼，我讲你爱看重上帝的代志啦，先看重上帝的代志，因为你已经清气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是要领受这个天顶的祝福。天顶的祝福有比世间的祝福更较好无？有哦，我甲你讲真诶哦，世间的所看的拢是啥有限的哦，拢是有限的哦。无论是物质，无论你所看到的物，拢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伊通过丈人，吼，就是这个幔子，吼，就是过去犹太人因若要敬拜上帝，去到圣殿，因就爱有一个这个幔子，吼，伫圣殿内底有一个幔子，假伊无法当甲这个上帝通见，因为伊是一个罪人，无法当直接甲上帝亲近，所以爱通过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伊通过安怎？这华语吼，你若讲，伊讲伊是借着伊为咱开一条个新个外路啦。对幔子安怎？对这个丈人安怎？经过这个丈人就是伊的身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无论你的祈祷，无论你家己要得到主的欢喜，你拢爱思考，你有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看见家己是一个外拉三误会的人无？所以牧师为什么顶礼拜在讲起，我是安怎爱要讲到以前，我爱认罪呢？我若无认罪悔改，我跟人的关系若无好好的中间，我唔敢讲呢，我唔敢讲上帝真理呢。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安尼甲咱讲，咱已经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就是大祭司是啥物人？这祭司伟大的祭司是啥物人？耶稣基督。所以咱人无法当直接见到上帝，是因为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咱搁一摆得到清气，通好来见这个上帝。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19、20、21节，就是咧讲这个事。20节伊讲，咱着用真诚的心、坚决的信、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气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他拄仔无事讲起，咱通过耶稣基督得以清气家己嘛，对无？好，所以23节了讲哦，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你所持守的愿望是啥？他都无事讲，你有平安无？咱的平安是通过啥物人？圣歌对所言的，咱的平安是通过啥？救赎咱的主呢？安尼了解无？如果你无平安，代表啥？就是你的心内无主啦。啊，毋是安尼嘛？足简单的道理嘛。基督徒靠主吼，迄啥物款患难吼，就算你去蒙阿波，你嘛袂惊呢。我较早吼，我当下要做牧师吼，我就知影讲啊，若要共主持迄个丧事吼，我会烦恼呢，我嘛会惊呢。啊，甚至呢，有人过往吼来弥留伫迄个病院的时阵，我来去到伊的身躯边，我要安怎表露出一个勇敢的勇士呢？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所以你免惊。人拢会经过迄个死亡，人拢会拄着困难。圣经讲24节，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啦。所以牧师头拄有讲起，当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咱来明确上帝伊的启示是啥，甚至咱着爱激发出迄个热情的动力，对无？好，甚至搁安怎会当勉励咱的生命，会当行好事啦。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足清楚甲咱讲哦，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咱毋但着爱坚决，知影持守咱所信的愿望，耶稣基督。搁较要紧，咱嘛着爱互相关心、互相激励。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着爱鼓励我，你着爱帮助我。我无要爱你，甲你边仔人讲，我会当帮助你，我会当鼓励你。吼，我要甲伊讲，你会使帮助我，你会使鼓励我。所以牧师嘛拢徛伫即种心理。我认为我嘛有限，
但是我真期待通过每一个人对我所讲的话，我拢先静落来，学习去听看卖，互我会当哪来哪成长。圣经25节，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到26节讲，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无通学因的习惯，吼，唔通学用唔通啦，吼，唔是无通，是唔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着爱安尼行的意思。咱认捌真理以后，要故意吼，是要故意犯罪，就无搁有通赎罪的诫命。这华语讲，因为我们得知，咱知影这个真理真道了后，你若搁故意犯罪，这个赎罪的罪就无搁再有啊。是安怎赎罪的罪无搁再有？赎罪的罪是啥物人？耶稣嘛，耶稣伊代替咱。用伊的身躯，那像献做赎罪祭啊！意思就是讲，如果你明知影这个真理，耶稣为着咱来死，但是你搁故意犯罪啦，要甲你讲赎罪祭已经无啊！你明知影，但是你搁犯罪，所以赎罪祭没有了。兄弟姊妹，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来认清一项事。圣经咱头大课所看希伯来书第10章所讲第一项。靠主的听，第19节啊，第20节内底有讲起，讲啥物？借着伊为咱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这敢是上帝的听？上帝听世间人嘛，所以伊爱通过耶稣基督搁一摆，互咱明白伊的听。所以这敢毋是靠着主的听？咱若无靠主的听，咱无法度通得救啊！甚至呢，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嘛爱了解。进入教会的人的信徒，兄弟姊妹，你爱知影进到教会的态度甲心态是啥？22节伊讲啥？咱有清气无？有无？有无？希伯来书第10章22节讲起来是讲咱着用真诚的心、坚决的信、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气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啊！敢毋是？所以，伫遮咱知影，进入教会的人啊，你的态度甲心态，就爱安怎？你毋通有亏欠啊！这就是牧师头拄所讲嘛。讲我若堪人有在摩擦，若迄个过节，我就安怎？我宁可较紧的，堪伊回息咧，堪伊重新建立好的关系，我才通好继续来为主做工啊！甚至你嘛会当帮助对方，互对方袂搁安尼看伊迄项事啊，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进入教会的人。每一个信徒，咱拢着爱常常陪伴咱的心。所以牧师真鼓励咱，就算敬拜团的诗歌，可能你嘛无一定讲真爱吟，听无啥有安怎样。你无论如何，甲你边仔兄弟讲，咱拢着学习提早来陪伴心。好，咱拢着学习提早来陪伴心。吼，所以我真钦佩这个金惠姐吼。金惠节行动无好，用差不多8点40分，吼，圣歌队练习的时阵，伊拢到啊。吼，咱拢爱陪伴心，我相信还佫有真侪人，咱拢有陪伴心。但是上重要是进入教会的人的态度是啥？你有清气你的心无？你爱清楚知影，你已经上帝救了你，你得爱更加爱有好胆讲，主啊，我愿意拼空家己，陪伴我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进入教会的人嘛，得爱知影你的愿望甲行动是啥。毋若陪伴你的心，你得爱带出有愿望的行动。所以23节伊讲，咱得爱坚守咱所承认的迄个愿望嘛，无递到摇动嘛，没有不至于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信实的神，是信息的上帝。上帝是通可靠的，有无？上帝可不可靠啊？可靠啊！所以你来教会人，敢会使无愿望？可以吗？不可以啊！好，可以没有盼望？不可以耶！进入教会的人，你的盼望是要怎么样？你要靠主得胜啊！哦，靠主会当安怎？我知影，所以我昨听一个兄弟吼，咧讲，伊讲牧师，我现在在祷告里面，我已经不再为自己的需要，不再为自己的欲望去求啊！我开始也要交托，我开始也要愿望上帝爱我做的事。去伫个祈祷中间来去祈祷，所以迄个愿望就无共款啦。
甚至进入教会人爱持续参与伫聚会。圣经甲咱讲，有一寡人停止聚会，唔通恶因的习惯啦。所以虽然疫情已经过啊，我相信嘛有的兄弟姊妹，甚至伫咧观看直播现场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牧师拢要鼓励咱，你着爱去找你就近的教会，你爱知影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着爱把握时间，把握你的年日，着来亲近主上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可能会讲，牧师啊，我的身躯的即吼，即马佫有啥物？佫有啥肺炎吼？有人咧感冒一大堆吼，我毋敢去啊。若讲你毋敢去吼，牧师佫较有资格讲我毋敢去嘛，敢毋是？但是牧师是安怎拢爱保持安尼有气力，因为上帝咧顾啊。甲你边仔兄弟讲，上帝咧顾，毋免惊。佮甲伊讲，但是你嘛着爱知影什么是爱保护的方法，对无？敢毋是？所以我有一个方法，每一摆我若讲到了，工作者话了，我一定会啉烧茶，甚至佫会包含啥喉糖，口罩紧挂起来。因为伫我讲话讲了的时阵，我的身躯的抵抗力拢有小可影响。所以要安怎保护你家己的方法，拢有无相款的方法，但是你爱知影。所以兄弟姊妹，进到上帝面头前，咱来明白。当咱要讲要甲上帝祈祷，咱今日要来学习要安怎祈祷。要紧的是，咱要做伙来看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6章内底所咧讲起的，会当讲对第5章到第7章内底吼，拢是耶稣伊咧带门徒的门徒训练工作啦。吼，门徒训练的工课有重要无？非常重要。但是咱要做伙来看圣经内底，耶稣也有做门徒训练哦。他特别帮助军队伊的门徒，帮助伊要安怎熟悉八福，门徒要如何做光做盐，对不对？甚至呢，他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对不对？献祭和好，你拢会当对马太福音书第5章开始，你就会当看去。今仔日咱所看见的第6章的第9节，我要先看，邀请咱做伙来看第5节到第8节。第5节到第8节，耶稣伊伫教导门徒要安怎祈祷的时，伊先教导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态度。伊讲祈祷的态度是啥？伊讲恁祈祷的时吼，毋通亲像迄假冒伪善的人，爱徛伫迄会堂的十字路口祈祷，故意互看见。好，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应该得到的赏赐。恁祈祷的时，就爱进入迄个厝内啊，门甲关起来，好祈祷恁伫天即暗中的爸上帝。恁的爸，你们的父也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外邦人用做重复的话，因已经话做甲安怎？他们以为啦，以为因亚瑟讲哦，我话讲较济吼，共款的话讲较济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会听见。但是我牧师毋是讲你袂使安尼做，牧师的意思就是讲，你毋通一直举做重复的话，就是代表上帝会安怎，毋是安尼。所以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角度吼。所以兄弟姊妹，第5节甲第6节来去讲起。耶稣伊首先先讲起祈祷是通过内心，毋是通过外表，是爱甲主沟通，毋是要互人看。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敢着爱去祈祷。那照圣经安尼讲，敢若看起来讲，咱祈祷毋免伫礼拜堂在公开啊。恁敢有想过这个问题？敢有共款？我感觉无相款，哈？作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哦，咱家己本身哦，咱家己本身就是迄当时有真侪人因咧做的方法，就是伊祈祷咧互看，爱了解无？所以咱来了解因的背景的中间有侪人的心态。耶稣伊看遐个人用这个方法在做安怎？在做讲我是跟上帝的关系足好。但是咱来了解咱甲上帝关系，其实毋是咧讲咱祈祷我尔哪够祈祷。所以吼，我记昨咱的同工吼祈祷煞吼，咱会讲甲咱的同工讲，你祈祷比阮长了还要祈祷的吼。其实这话毋通安尼讲啊，真正。
因为安怎？迄祈祷是伊家己本身甲上帝关系的密切，伊有咧祈祷，有咧操练呐，所以足容易的。所以你听起来感觉讲哦，这真好，无毋对，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较侪祈祷的，较侪祈祷，你会当操练，你知影要安怎讲话。所以你若感觉你袂晓讲话，其实你嘛无啥会晓祈祷。啊，你若会晓祈祷，我甲你讲，你就会做好讲话。我讲是事实的，牧师，我时常咧甲我家己讲，我较早吼，牧师亲像一个，我高中的时阵做含慢讲话，真正做含慢讲话。吼，你若问牧师讲牧师嘛，我是一个安尼点，啊嘛毋知影要安怎表达。啊，我若去大学的时阵，大家拢讲啊，你讲话哪像迄种台湾国语啊？啊，我就讲主啊，我真正袂晓讲话，要安怎？我伫祈祷，我开始看圣经，开始学习。去祈祷，操练祈祷，操练讲话。后来我发觉，上帝就将迄口才赏赐互我。所以兄弟姊妹，咱人要会晓讲话，其实会当学习对祈祷操练。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咧甲咱讲起，咱今日所看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9节，讲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性命受尊重。好，这是现代台语汉字版的版本吼。咱祈祷是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对吧？好，华语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牧师要针对这句话来带领咱做伙来认捌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开始耶稣伊教导门徒祈祷讲安尼祈祷，所以好安尼表示耶稣伊提供一个范本，在甲咱讲起祈祷，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咱敢通每一摆祈祷，你敢若讲这句就好啊？敢袂使？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食。这意思哪亲像啥吼？我的囝儿吼，若食饭，我祈祷讲，感谢天父赏赐美牛，有饲细囝袂食大声。有一摆我就问阮囝，我讲啊，你敢知你咧祈祷啥？伊讲我毋知影。了解我的意思无？咱咧祈祷吼，咱咧念主的祈祷文，敢若有时嘛是安尼呢。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食。咱拢无去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意思。耶稣讲，阮伫天灵的爸。吼，阮，你有感觉祈祷吼？有个人咧祈祷吼，拢讲伊爱的代志有无？主啊，我有一摆吼，有一个姊妹讲牧师，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要来带你祈祷。爱祈祷就安尼讲，伊讲主啊，愿你帮助我，互我有即个福气，有即个祝福，会当来为着教会来做工。今仔日我真欢喜，我会当牵牧师做伙伫遮来祈祷。主啊，帮助我，互我有能力，互我有气力，互我会当安怎？我，无我们。注意哦，你的祈祷有亲像耶稣所讲，我，无共款，迄毋是个人。当你的祈祷若是普遍拢是为着家己拿定，安尼我甲你讲，你会发觉你无法度理解耶稣咧讲啥物？为什么？因为耶稣讲。阮伫天灵的爸，天灵的意思是啥？天灵的意思代表上帝伊的位置啊。上帝的位置是在什么？伊天灵的，伊的能力是啥？敢是你有法度通将你常了解的？无法度。只有你清楚知影，伊掌管所有的万物啊。所以你就会知影讲，毋是干那我，是包含我身躯边的亲人朋友。无论是一个上帝你所启示，我看伊敢若是一个歹人，咱拢是上帝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你帮助我所看的这个兄弟，我帮助我所看的这个姊妹，伊是何等拉sam误会得罪了主你，求你赦免伊。我期待你唔通，互伊对了伫深坑。帮助伊，互伊有气力、有智慧，通远离迄个邪恶。这祈祷就无共款啦，了解我的意思无？你的祈祷就开始肯定为着一个人的需要，帮助伊。所以兄弟姊妹，有个人的祈祷，伊是真做分别善恶，将迄个歹
迄个歹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远离迄个邪恶，互我无含迄个歹人相斗阵。所以我这个人伫祈祷中，我时常无法当含人做伙。有啊，有即种祈祷嘛，对无？伊认为讲，哦，看到迄种人足恐怖，要惊死。伊无法度通伫祈祷中为着一个人祝福。请问咱伫祈祷是毋是往往嘛是安尼？咱敢若看到咱家己，看到咱家己的需要。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主甲咱讲，阮伫天灵的爸。即个天灵的爸，圣经内面有几个所在吼，无事带领咱来看诗篇97篇第6节，咱用华语做伙来读吼。来，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注意哦，万民要当看见伊的荣耀，是代表啥？咱拢已经知影看见啥？世界所有的天，所有拢是表明上帝公义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敢通惊讲？咱的国家会安怎？其实你毋免烦恼，你颠倒爱去安怎？靠上帝，吼，对无？所以过去我会记咧台湾吼，定定啦政治迄选举若要到啊吼，迄教会内底敢若有迄开始咧动作哦。我会记咧较早长老教会，敢若拢有即个欢迎啊，吼，长老教会特别长老教会，虽然咱长老教会对伫民主。对伫自由、对伫真实人的即个权利真重视，但是咱无论如何伫教会，咱就爱徛伫咱是靠主伫行万行事，毋是靠主咧分别是非啊，毋是靠主伫行上帝爱咱行的事，这确实咱来去思考的。好，诗篇113篇第4节，咱去做伙来读吼。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所以，咱对圣经内底，咱会当看见，遮个拢是咧学了迄个高过诸天的至高的上帝，即个神，嘛咧说明讲，咱即个天父上帝，伊是唯一的主宰，嘛是咱的瓦壳甲仰望。阿门。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伊是充满着快乐、充满着仰望的时，即个上帝的时阵。我唔知影，你伫祈祷中，你有感觉，这个上帝是值得、值得的、值得信赖托付的真神吗？有无？有嘛？好，虽然现在政治里面，我们说我们要选对的人，做对的事，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人他的本质的后面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有无？有实在无嘛？所以兄弟姊妹，美国新约的一个福音派的学家。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信徒会当用互人爱慕的称呼阿爸来称呼上帝，好，因为伊是咱的天父，但是咱无应该用无有感受的所思感来使用这个事啦。我问你，而且呢，爱更加用充分的认捌伊的威严嘛？你有看见无？有的囝儿，当伊咧看待伊的老爸，用一个无有感受的所思感在称呼老爸。我讲你有老爸无？有啊，有老爸啊。啊，你敢会听恁老爸的话？无啥要插，无啥要讲，甚至有一个感觉你会看出一个囡仔伊的背后，敢若含伊的老爸是啥？无关系，是有距离的。我毋知影你安怎咧祈祷中咧讲主啊？阮天灵的老爸啊，你有用一个有感受的，也是无感受的，亲像这个学家所讲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咱咧讲的主祷文，阮伫天灵的爸。接续，咱讲起，阮伫天灵的爸，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毋是单纯的，你讲你会当甲塞奶的哦，会晓塞奶嘛是你会甲上帝安怎？你买个上帝歹啊？了解我的意思无？因为你会塞奶嘛，你买歹呢？我感觉买歹呢？会袂？会啊！啊，你会想讲啊，上帝咱会当较歹？哈？我毋敢讲啦，吼！你咱家己去体会啦，吼！但是我家己是捌流浪过，我家己感觉讲吼毋好啦，吼！所以咱会当了解上帝角色。阮伫天灵的爸，其实有一个上重要的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上帝。伊是创造生命、供应者，伊是享受生命的气息的。
也是提供禾场，提供互咱会当工作环境的产业的上帝，伊嘛是会当掌管一切的上帝。所以咱会记得这个金诞节伊来到教会的时阵讲，伊足感谢咱的属会长老我甲你讲，阮的同工，阮有一个心意的讲，迄拢是上帝的赏赐。阮袂讲迄拢是我，迄拢是我，迄拢是虾米人互我的，无。你毋免安尼讲，你只要单纯对上帝讲主啊，感谢你。阮基督徒就是安尼，基督徒无咧讲我较高，迄是虾米人带的，虾米人安怎无？咱拢是谦卑，知影讲，咱只是一个被赋予生命的人，我们是领受生命的人，而且我们是吸收气息的人。上帝活开嘛，对无？伫其中生活会当得到牛息，所以上帝互你有环境。你有好好去把握无？教会，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好的环境？有呢。大桥教会从703项之前没办法做工的环境，上帝让我们可以很好做工哎。所以我们要不要感谢神？要啊。我们就是在其中生活，得到粮食啊，不是吗？所以上帝掌握一切，我们要不要顺从？要不要？哎呀，这东西的功效，咱得爱安怎？我们要依靠他。仰望他，所以一个不懂得仰望他、依靠他的人，我告诉你，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又会忘记了你需要上帝。好，所以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学习，阮伫天灵的爸一个上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讲这个目的。好，所以有一句话静心的祷告指的是什么？有人说静心的祷告、安静心的祷告，你要想几个问题。就是在祈求什么？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你讲牧师到底祈祷是要祈祷啥？我简单跟你讲，就是让你知影什么是会当改变的，什么是袂当改变的。会当改变的，你得学习去改变，甚至有当时你嘛得要学习去接受呢。若无法度通改变的，你嘛莫硬要去要求，因为你会足痛苦。你会较看讲，奇怪，上帝，我著甲你祈祷，谁人我咧祈祷，人看拢无，你有甲我应允啊？谁人我的祈祷，甲牧师的祈祷无啥像啊？其实你毋免想这，你爱想上帝要爱你，改变什么？爱互你的生命哪来哪亲像啥？所以上帝角色是啥？控制大局啊！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控制家己，而且安怎负起责任？这叫做保持自治的能力啊！我感觉一开始咱看这细汉囡仔我的囡仔做细汉的时候，我拢认为讲，足简单啊！伊若要食我就互伊食；伊若要啥，我就互伊啥；伊若要啥，伊就甲我讨；伊若要爱抱抱，伊嘛来找我。但是愈来愈大汉这像泽恩、宇恩我即摆暗时咧困我拢会甲伊揽呢。即摆伊暗时咧困，拢甲我踢开呢。愈来愈大汉，我嘛相信，当我要要求因安怎做，因会愈来愈有伊家己的想法。所以我认为，咱人无法度通去控制什么人，控制什么环境，无法度。只有咱爱负起咱的责任嘛，爱去做上帝爱咱做的事。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要靠主学习自治的智慧，你要靠主得着自治的智慧。所以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9节，佮接续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性命受尊重。什么叫做愿你的性命受尊重？圣经内面提到上帝的名字相关的记载，牧师无要搁讲。愿你的性命，上帝的名我无要讲，上帝有足侪个名的意思。但是伫遮牧师无要针对这个部分来解说伤济。我干那要讲，愿你的名受尊重。为什么尊你的名为圣？圣是什么意思？神圣的也是什么？也是圣洁的如果是圣洁的，你就要了解我牧师要用3个重点来跟咱分享。咱以往咱有影，咱无真正尊上帝的名声，尊伊的名声。第一项，唔通滥散称伊的名，对吧？妄称他的名。什么是妄称他的名？叫做乱说啦。我唔知你有咧乱说无？什么叫乱说？伫基督的中间，阮伫天灵的爸，
愿你的名声，我说祈祷那较久啦，讲得较久啊，祈祷吼，即马可要足久诶。你的心内底，你嘛对咧讲，那请咱这时做伙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无说无祈祷足长啊，祈祷了后壁讲吼，咱做伙用主教着咱的祈祷文来祈祷，哇！迄当时就有人困去啊，就有人已经进入梦乡了，神有了。迄个时阵，你咧讲愿伫天里的爸，迄句话叫做啥？愿你的名声，敢真正成？你都无甲当作神圣的代志啊！所以你迄个祈祷黑白讲话啊啦，迄叫做黑白讲话啊啦。所以你家己若无迄个心备办好来做即个祈祷，迄做危险。我认为，这叫做妄称上帝的名。一个真正跟神祷告的人，他的心里面不能神有了，唔通神有，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得爱专心注意听。第二项，唔通利用主的名，什么是利用主的名？撒母耳上卷，撒母耳上卷第4章内面有一个故事，捌安尼讲起。当时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因咧征战，以色列人因战败，因就想讲无安尼，我将上帝的约柜，约柜里面有放起一些神圣的宝物，十诫石板。伫迄内底，因想讲，即个约柜内底无安尼，咱小台战败啊无咱将这上帝这真要紧的约柜，甲伊举起来，帮助咱会当得胜。煞想袂到上帝互即个约柜安怎，煞然后去互摕去啦，当互抢去，去互摕去啦。上帝约柜不但无为因带来帮助，反倒去互抢去。以色列人伊原底也做讲约柜会当为着因拍赢。结果竟然互因去互摕去，是最重要的物件去互摕去。其实咧，这个故事咧讲啥物？代表的是讲上帝约柜无有溃烂啊，是在伫这个信主信上帝的人爱安怎？爱有好所行。因为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真世俗化，因咧敬拜上帝真世俗化，嘛拜偶像，嘛甚至安怎？去信无好的信仰，对别人的心思的意念咧讲的话，拢会安尼黑白对。所以因亚做讲，我亚这约柜，利用这约柜，会当帮助我，搁较安怎得胜？敢真正安尼？其实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名甲咱的关系同款。上帝的溃力要伫你的心上带来溃力，是在伫你这个人。心受集中伫上帝面前，去看待你家己的生命有改变无？伫上帝面前有坦然无？有坦白无？所以兄弟姊妹，咱毋通利用上帝的名，利用上帝的名，那亲像讲，有的人伊有好，伊讲我是基督徒啊，我做生意我绝对袂骗人的，其实有骗人无？嘛是咧骗人。对无？为着要互伊要卖的物件安怎卖了搁较好？伊讲我是基督徒，你放心啦，这交互我无问题啦。我常常听过做这种故事，这就是利用上帝的名。所以兄弟姊妹，有个人去跋筊，伊嘛讲我要奉主的名，将我这个豆啊，这个骰子用来看我是毋是一摆会当得到足济，趁到足济钱。我上帝，我一定奉献1/10互你啊！这敢毋是利用？嘛是利用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名是圣洁，不容许侵犯。咱得爱好好伫主的面头前尊主的名声，代表是咱是毋是真做一个真做一个清气的人，愿意会当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无？第三，毋通亵渎上帝的名。罗马书第2章，毋通不要亵渎，不可亵渎，好，罗马书第2章21到24节讲：恁既然是教导别人，要无教导你家己吗？你讲话人毋通，你讲人毋通偷窃，家己却咧偷窃；你讲人毋通犯奸淫，家己煞咧犯奸淫。你厌恶偶像，但是你却咧偷窃庙中的米。你指着律法夸口，家己却怎颠倒犯迄个律法。
玷污了上帝。上帝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因为恁受亵渎，所以兄弟姊妹，咱诚做教会的人，诚做上帝的儿女，无论如何，甲你比啊兄弟姊妹讲，互人的比共体靠福气，唔通去客啦。就算你看到迄个物件吼，看到迄个物件，敢若会当客，敢若无人爱吼，你慢慢去人客咧，会记得。这话就是咧讲，咱基督徒唔通亵渎上帝的名。所以彼得前书第2章12节讲，彼得讲，恁伫外邦人中，应当着爱品行端正，互通叫恁会叫遐个诽谤恁的是做歹的，因为看见恁的好行为，通伫监察的日子归荣光互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会当互人看见咱的好行为，将荣光归予上帝。上要紧的是啥？毋是迄个行为啦，是啥？应当爱安怎？品行端正，好，了解无？我感觉毋是好行为，是因为你的品行端正，自然会带出好的行为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不断学习，伫操练。当咱要用主的祈祷文吼，要祈祷的时，咱就爱思考，咱的生命本身有备办好、清楚认定，你就是持守即个信仰所的愿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做一个清气无拉散误会的人，甚至好好用这个目标来努力迈进。我相信上帝要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更加得到主的欢喜。这个是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新圣诗161首，耶稣宝贵的名，耶稣宝贵的名，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神性命。我主耶稣，听你心极欢喜，世间无名通比，万米袂中我的意。我主耶稣，咱咧讲耶稣宝贵的名，代表是耶稣救了我，所以咱就用伊的名，就常常想讲耶稣你的名就是救我的一个记号。求上帝帮助咱，咱唱这首歌的时，好好来深思、来思考。咱的生命要安怎来回应主？咱做伙坐咧吟。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神性命。我主耶稣，听你心欢喜，世间无名通比，万米袂中我意，我主耶稣，你做上帝圣行，老岁小我性命。我主耶稣，你多疼痛的心，着管着看见亲，日日感动我心，我主耶稣。我那真心找你，你就看无比。我主耶稣，你若甲我同行，无论忧闷疼痛，拢袂互我惊惊。我主耶稣，耶稣宝贵要来，我心情无依赖。我主耶稣，
啊，阮要永远徛起，你是阮的救主，阮的主耶稣。因为你的名就是要救阮，你的名就是为着阮来洗净阮的罪。通过你的宝血，搁一摆帮助阮，会当遵你的名行。主啊，愿阮遵你的名行，对阮的心底，拍对阮的性命，拢会当认定主，你是掌管阮性命的主宰。因为主你疼阮，为阮的罪，通过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为着就是要互阮的性命有清气的心，有圣洁的性命，通来就近你，得主你的欢喜。主啊，愿知阮的性命充满侪引诱、犯罪、欺骗、误会、无信的种种的罪，甚至有侪缺点，互阮无法度通勇敢来面对主。恳求主你赦免阮的罪，互阮的性命伫每一摆亲近主你的时，互阮会通掠掉，阮就是主你的学生的愿望。阮要通过主得到平安。更较重要的是，阮的性命会当重新有清气的活命，有正直的生命力，来伫这世间认真为主来活，为着主你来活出有目标，为主你活出有气力，为主你来活出有美好的模样，来得主你的欢喜，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干净。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你的门徒，成做你的学生，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所主你恳求，通得主你的应允。愿你听阮的恳求，互阮的性命通过你的话语，搁一摆来坚固阮每一个人对主你的信靠，更加有信心甲气力，美好的产业来荣光主上帝。特别阮嘛要继续为着阮所听，无论是满足者、妙龄姐妹，恳求上帝你帮助，伫每一个心神有软弱、肉体有痛痛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施落你的怜悯，通过你医治的膏油，搁一摆来膏抹伫因的身躯顶面，帮助因，互因通过主你的听，搁一摆来坚固因的信仰，坚固因的信心，来倚靠主，时常敲找主你的心意，得主你的欢喜，得主你的医治，得主你的恢复，搁一摆得到完全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阮的祈祷成做主你的欢喜，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准备心来做奉献。咱做个纪念。我将所有献予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听主可主，甲主相亲到永远。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
世间快乐甘愿起衫，求主打将我收留。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愿我眺望尊贵救主，我所有奉献。这是咱来纪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也请邀请兄弟姊妹，咱掀开咱的周报。咱的周报内底有公道的事项。为着圣道灵性的造就，孙心灵第二为同工服侍的工课来祈祷，嘛为着咱教会的青年儿童品格、礼貌。甲迄个专注力的学习，为着咱教会游园，咱即马还阁有咧行款的当中。咱教会游园有一个关怀弱势，福音布道、灵命的造就，咱就是伫这个所在，为着我们对新朋友的对焦，或是陪伴新朋友，伫迄个信心甲勇气来。主宣告的时，这拢需要咱大家互相来鼓励，互相来回应。第六，为着咱教会新家人、新朋友，关怀甲带导，希望咱的关系就是可以保持每次的良好的互动哈。如果若是有需要带导，也请恁唔免客气。好，甲阮教会牧师也是小会的长老都可以哈。咱也为着咱教会的兄弟姊妹的病痛，吼，明凤兄、迄个叶明姐、甲妙玲姐、满竹姐，因即摆拢是伫迄个调养的当中。感谢主，伊伫的灵甲平安的灵，一直拢甲因伫底。第八，咱为着1月13拜六，就是后礼拜六，咱有一个总统甲副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我们就把它放在祷告中，求主亲自来掌权。听咱台湾这块美丽岛，咱爱有需要选出就是正确有爱的政治领导人物哈。以上伫这个所在，我嘛要甲咱大家讲。请咱做伙起立，咱为着咱公布内底的事项，咱来祈祷。伫新的年、新的日，咱用今仔日打有喜乐的这首诗歌，咱来主来求祷。伫新的年甲新的日，咱拢有新的意向，咱嘛要拄着新的故事，咱嘛要拄着新的计划。伫这每一项。我们就是全然的交托。基督徒上界大的福气，就是咱会当借着基督，甲咱的天父上帝三个人，请咱开嘴，请咱动心来祈祷。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至圣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阮进入新年度的第一个圣主日。伫过去的日子，阮感谢你的恩赐甲祝福。全新的开始，伫阮的内心总是拢有愿望、有期待、有新的眼界、新的意向、新的故事、甲新的方向。我要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主耶稣，你是至圣者，你是永生的源头。感谢你用全然的疼救选阮，成做你宝贵的后生查某囝。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上帝，我嘛要伫即个所在，为着阮大桥教会正兄弟姊妹，阮的牧者、阮的长老、阮的执事。来求讨属天的祝福，还是阮信仰的祖先雅各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头前，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信靠。虽望阮无搁再是一个完全的人，阮依然要条条主耶稣你为着阮求讨永活的圣事，就是独一真的上帝耶稣基督，帮助阮伫新的年日，拢有顶头生的景遇。顺服真理的教导，哈利路亚！全教会领导者主耶稣，新的年度大桥教会的事奉工作，阮依然有计划要来认真来执行。对伫小朋友提摩太牧区青年部的陪读聚会，也甲每一个小组的陪伴甲关怀、赞美、敬拜的练习，求你帮助阮。互阮有专心的侍奉，因为阮所有的奉献，阮所有的侍奉，拢是要来荣光主你的名，是要发出圣洁的香味，来引带人来到主你的圣殿。我们做伙伫这所在要分享听的福音。主啊，求你祝福伫阮服侍当中，互阮平平来学习真理。互阮会当互相来鼓励，伫人命中的性命，我们做伙成长。阮也要一边服侍，一边抓主你的话语来做警醒，来做阮服侍的道路的光。阮求你引带阮安尼来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咱来读即礼拜的金句，伫以赛亚书63章16节。耶和华，你是阮的爸，对万古以来，你名称做救赎阮的主。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者。
以赛亚书63章16节。下面的时间，咱还有一个消息报告，请咱先开周报。这是我来报告咱的消息报告。第一，为着要帮助信徒灵命、生命来受装备，生命搁较蒙福，了解信仰的真谛。咱伫迄个旧年度2023年落户的，就是讲包括有转职的，也是咱的新朋友、更新的兄弟姊妹。咱会后结束了的时阵，咱会当做伙来到一楼牧师的办公室，伫迄个所在，咱有一个门徒训练吼的说明会，这最重要哦，吼。希望咱会当互相鼓励，做伙来参与。第二，咱的公布栏有迄个圣经的金句的书写吼，咱教会都用小组的时阵，就是小组小组、重训小组跟会员小组这三个小组，咱轮流来写，吼，就是每一礼拜金句咱拢甲写起，写起的时阵，写的人写，咱看的人爱背，吼，咱做伙来迄落啥，来练习哈。第三，咱本会伫2月初10拜六哦，拜六新春礼拜，就是正月初1。那2月11日是初2，所以迄天是礼拜日，咱的聚会是暂停的，吼，大家请留意，吼。所以初2恁会当安排出去佚佗。第4点，2月25咱要召开迄个2024年的定期会员合会。请咱迄个各小组、牧区团队吼，咱会准备一寡相关的资料吼，包括咱的会计报告，也是讲恁有今年度有啥物活动啦，有啥物计划性都可以把它列出来，交互咱的迄个治安干事吼，互伊来做咱的合会手册。然后另外就是咱本会。有补选一名的职事，就是由咱小会伫迄个2023年第13届议事中，咱有推荐李新天兄弟来做咱迄个啥，迄个补选执事的人选。希望兄弟咱为着这样事，咱来祈祷。好，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来补充报告吼，咱。拄有咧讲起咱会员合会吼，咱要补选一个执事李新添兄弟吼，咱搁一摆请伊起立吼，伊是咱小会有通过，请坐，有通过，就是因为伊对圣经的认捌，包含侪咱参与的事奉，伊每一礼拜咱吼已经事奉华语礼拜吼，拢是照起工吼，伫这交台顶面吼，嘛真用心尽职。所以咱教会伫即摆会员合会也有推选新添兄弟会当来补选咱的名单啦吼。若到时咱迄天有是阁会当搁即个志愿的吼，也是敢有感动的，咱嘛要参与服侍的当工嘛是会使进吼。咱到时会搁另外提名2位啦吼。另外吼，咱嘛请咱会当为着因的太太吼，郑宽姐，伊即马换头路换去到伫屏东的所在吼。所以是逐工吼，拢是坐火车吼，所以对伫因翁仔某来讲，无论是新添兄弟伫旧年安尼当到伫咱教会，包含因即个家庭正款节嘛，开始咧接触咱的即个信仰的中间，其实足需要咱兄弟姊妹鼓励、甲陪伴，甚至带导啦吼。所以无需要请咱伫互相彼此鼓励带导的中间，会当互咱。伫无相款的工作的顶面去体会上帝的疼甲祝福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嘛，亲自带领正款节吼，伫新的道路，上帝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吼，都能够荣耀神吼。那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恩典的事情。其实我们牧者也是一样，我们换的跑道哈，其实我们都只能够求上帝为我开道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更蒙福的事情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工作。那另外牧师也要补充报告，就是在我们
咱等下因为今仔日秀珍长老伊拄好临时有代志，爱先离开。等下咱秀珍小组咱伫小组的中间，咱会当讨论一对圣经节，咱感觉袂歹，咱感觉真好，会使来背的圣经节。然后伫小组刷，还是讲小组要刷的中间，咱会当做伙去到伫即个公布栏的所在吼，请同工帮你用即个即个楼梯吼，咱即个是楼梯式的那种迄个子安，再麻烦一下，把那个楼梯先放在那边，然后还个请咱秀珍小组一位来去写即个，甲这白板甲画掉，定写即个圣经节啦嘛请咱注意。所以牧师伫遮嘛要请咱注意，就是后礼拜牧师甲同工牧师有要邀请淑会长老甲牧师甲肖长老甲陈默大哥，我们要去偷写募款，为着咱教会建堂募款因为这个淑会长老伊是偷写，因的算是母会伫偷写啦。所以带伊倒位转去有阵是募款会较丰富啦所以牧师特别邀请伊去，是讲期待伊嘛当做伙伫遐来鼓舞偷写的这兄弟姊妹，会当做伙关心咱大桥教会建堂的事工所以牧师嘛邀请咱伫1月份的1月底1月底是去12招教会嘛请咱会当做伙为着这样事来代祷。牧师伫遮嘛甲咱报告，就是讲等下咱请咱旧年有入户的，讲你有刷会籍，甲你有即个更新礼咱拢请咱会当伫楼骹做一个说明会。牧师期待讲，咱即个门徒训呢，毋是干那过去旧年，若是假使讲咱若有想要搁继续来做操练呢，其实即个课程是会当帮助咱，无论伫小组，无论是伫咱本身的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即个装备顶面真大的帮助所以牧师期待咱这拢是免费的，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请咱的小组，假使你的组员有去参与譬如讲像小玉，他有参与在我们的门徒训练那么我们的小组记得也要帮他订便当记得我们的方式就是，他是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了，伊就爱倒转去伫小组，爱了解所以请咱小组有哪是爱为咱的遮个做门徒训练的同工会记得嘛先煞帮因订一个啦因为咱的每一个人无共款，所以今仔日的说明会就是要针对无相款的人，阮会先做一个说明，然后甲因做一个分组就是有可能2个人一组，2个人一组安尼然后阮会分配无相款的同工来甲因做训练所以请咱会当为着这样事来代祷。好，牧师就报告到遮牧师伫这所在嘛要邀请伫咱1月份的受青1月份的受青有这个牧师嘛钟南，还有慧珍淑芳长老，还有冲向长老，还有牧师公跟丽轩咱请因起立好无？咱请因起立，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甲因祝贺。会记咱咧唱的时阵来看因看因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风。看因爱看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风满满。来，咱做伙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主耶稣，感谢你赏赐予阮有活命，阮的活命是对你来。阮的生命拢是上帝你的赏赐，感谢你，予阮伫在座每一个受青，会当通过每一个月，阮甲因三甲欢喜，唱生日快乐歌，甲因祝贺，嘛通过代祷，要予因的生命会当搁甲主上帝的关系搁较和好。愿上帝你赐予因，帮助因，当因的年岁哪加添一回时，愿因的灵命嘛常常甲主你的关系嘛会当哪亲近，哪和好。愿上帝你赐予因。互因有更加有充足的智慧，继续为主你来做生活中美好的见证人。愿上帝你赐予阮，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美好。互阮甲这受青同欢喜，互阮嘛会当同受祝福。愿上帝你听阮的恳求，继续赐福伫在座每一个受青，互因有勇壮的肉体甲心神，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
请坐。啊，这时请咱做伙起立啦吼，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吼。因为最近有人会记得吼，拱手就好了，吼，拱手吼。平安，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爱你哦。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爱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听你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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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你们，上帝听你平安，上帝听你，上帝听你哦。让我咱自己做机会，让我咱自己做机会，让我咱自己做机会。兄弟，听互咱大家正做机会，听互咱自己做机会，听互咱自己做机会，享受上帝疼甲平安。咱嘛常常着爱将荣光归互咱主上帝。咱做伙来吟上荣的诗，上荣诗387首，荣光归圣帝上帝。荣光归圣帝上帝。更新家信心三位一体，在地内，在地内，将来也永远地内，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平倒。是的，愿咱伫主的疼的内底，毋但享受平安甲喜乐，嘛互咱伫上帝恩典中，常常纪念主耶和华上帝，诚做阮天灵的老爸，诚做享受活命甲快乐的来源。愿阮常常纪念阮的主耶稣所教导阮，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互阮的生命一生的中间尊主最大，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